OK，2023年第43條題目就話，如果一個男仔掉飛鏢，佢掉中 target 嘅機率係0.6，咁如果佢掉咗4次嘅話，咁就要你揾佢至少掉中2次嘅 probability。咁因為佢掉4次啦，咁所以其實掉中嘅次數可以係0、1、2、3或者4。咁因為佢至少要掉到2次，咁所以其實我哋只要一減走呢兩個 case 嘅 probability 就 OK 噶啦。咁 for 掉到0次嘅 probability，咁因為成功機率係0.6，咁所以失敗機率就係0.4，咁所以呢個機率就係0.4嘅4次方，然後 for 掉中1次嘅 case 嘅 probability 就係0.6乘0.4嘅3次方，咁因為係可以第一次先掉中，第二次先掉中，第3次先掉中，或者第4次先掉中，咁所以其實係有4個 possible 嘅 situation，咁所以我哋乘翻個4落去，然後我哋一減呢兩個 probability 就可以計到我哋嘅要嘅答案，咁答案就等於一減0.4嘅4次方，再減4乘0.6乘0.4嘅3次方，咁答案就係0.8208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